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10，诗篇144篇20安尼讲：伊是永远听我的上帝，我的要塞，是我的堡垒，我的拯救者，是我倚靠的盾牌。三甲来祈祷，最愿要塞、堡垒、拯救者、盾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公义、信实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有丰盛慈爱甲怜悯的天父，主啊！愿心灵，愿是软弱、阁有罪的人，愿需要你救赎的恩典，甲阮伫地。主啊！我深知你是阮永远的倚靠甲帮赞，你是阮溃烂的泉源，你的圣手要扶持阮，你的神要安慰阮，你要互阮行伫你的旨意甲道路。主啊！世上的一切拢要过去，独独你的话永远伫地。主啊！愿专心来感谢甲学罗你。你是永远听阮的上帝，阮的要塞，是阮的堡垒，阮的拯救者，是阮倚靠的盾牌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